马太福音第5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第10节。马太福音第5章马太福音第5章、第6章、第7章是叫做什么啊？登山部分就是耶稣的登山部分。所以咱来看第5章第1节到第10节，咱三合来看。耶稣有看去真多的人，就上了山。既然已经坐落来，门徒到伊的跟前，伊就开嘴会教训因讲：有心的人有福乐，因为天国是因的；哀痛的人有福乐，因为因立刻得到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乐，因为因立刻承受地土；饥渴无义的人有福乐，因为因立刻得到补足；认识人的人有福乐，因为因立刻蒙认识；清心的人有福乐，因为因立刻得见上帝；互人和睦的人有福乐，因为因立刻称做上帝的囝；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乐，因为天国是因的因为天国是因的。所以咱读的时阵你会发现有啥物常常直咧出现出现1摆、2摆、3摆、4摆，其实8摆又出现是什么啊？有福乐叫做有福乐咱中国人真爱福气咱真爱福气，所以家家户户拢有搭一个福的一个字我唔知影你厝内有搭福无有的人咧搭福的时阵嗰时间倒掉的计是倒掉头头未明白讲因讲福倒因为福气是对天顶降落来这个对福气唔是咱制造出来是对天顶降落来。但是伫厝内面搭一个福的时阵，是不是就是有福了是不是因为你搭一个福你迄年就有法当有福气嘛无拄拄无拄拄但是大家人爱得到福气但是到底福气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叫做福气什么是叫做福气个人的看法无相同咱今仔是要讲到8福圣经内面马太福音有互咱看到8个福气当然这个8个真长咱也无法通隆重今仔讲了所以咱会慢慢会伫遐讲什么是叫做福气有叫做什么五子登科你们捌听到无五子登科这个原来我去看这个到底伊的典故是什么原来是宋朝的时阵有一个人伊有5个囝这5个囝应该慢慢因就伫去考状元就是去考试的时阵因5个囝加入围所以真做官所以大家人讲哎呀真好所以就希望大家人会囝有法通什么五子登科有法通大家真好所以这是中国人咱希望咱的囝真做灵咱的查某真做什么凤但是做军叫做军队五子登科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就是讲你若要五子登科就是你就有这5项什么这5项咱来看你就有什么妻子有妻子你就有车子你就有银子有钱你就有儿子有囡然后你有房子你有房子所以这个是叫做什么五子登科大家人爱讲我若有这几项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有福的咯但是咱若无做的时阵难道咱就是无福吗咱若无厝是不是咱无福气咱若无钱是不是无福气其实世间人伊什么因拢总是以物质的享受物质的做甲少来看卖看来衡量看有福还是无福其实咱无法通以物质来做衡量定因为有钱的人
有帮助的人，有车的人，有车子的人，有囝的人，有逐项有诶，兼实在是叫做福气嘛。有人讲过吼，有人讲钱真重要啊。伊讲什么啊？金钱不是万能的啊，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干呐，若无金钱啊，就万万不能啊。你若无金钱啊，你就逐项无法通做是有影，是有影。但是有人讲钱啊，有一个无法通买咱来看我感觉真趣味哦。伊讲钱有法通买厝但是无法通买到什么家，对吧？有法通买厝但是无法通买到家金钱有法通买到药但是无法通买到健康。有法通买到朋友但是无法通买到友情。有法通买到一个真好食的物件，但是无法通买你的胃口了。有法通买真侪装饰品但是无法通买到美丽有法通买到时间但是无法通买到时间。有法通买到娱乐但是无法通买到快乐有法通买到册但是无法通买到智慧甚至佫讲有法通买到床但是无法通买到什么昆明无法通买到空明什么是福呢？福咱应该就到圣经内面到属福的上帝遐来看伫箴言我感觉真水的一节箴言第10章22节安尼讲伊讲耶和华所赐的福，互人富足，并无加上忧虑这个才是真正的福，就是互人富足互人有法通享受但是无加上忧虑无加上忧虑，所以这款是上帝的福甚至毋单上帝的福是安尼伊愿意赏赐互咱咱若看以赛亚书第30章第18节圣经安尼讲伊讲耶和华必然听候，要施恩互恁，必然兴起好人民恁，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凡听候伊的拢是有福的。所以耶和华是什么？伊讲伊听候，伊要施恩互咱，所以伊要施恩互咱毋是讲咱就直直去该强强的求伊则讲喊咯你已经求阮艰苦咯我淡薄互你，我淡薄互你，无圣经讲啥？伊伫咧听候，是伊要施恩互咱的伊要祝福互咱的所以即款的祝福，敢若真咱讲咱也袂得到。欠彩咱所想的福，甲上帝要赐的福无啥相。上帝讲咱要怎来得到福气就是伫马太福音第5章第7到10，第5章到第7章叫做登山宝训主耶稣伫遐就是咧教训咱讲说咱要怎来生活，才有法通蒙上帝赐福咱要怎来生活，才有法通蒙上帝赐福。所以咱有法通讲5章到7章登山宝训是信徒是上帝国度的子民上帝国度的子民伫世上应该有迄款的生活方式我讲一摆所以第5章到第7章登山宝训，有法通讲上帝子民伫地上应该有的生活的准则是生活的方式。所以当咱安尼去做的时阵咱就要得到什么？得到福气。所以伫一开始来讲这个登山宝训的时阵伊第5章第1到第10节就甲咱讲福气。其实咱若有法有机会咱慢慢来读5章到7章，真丰富内面真丰富我记得我伫美国几多年前的时阵我就用这第5章到第7章来做我拜日时的讲道我讲一年就是讲33摆讲章按第5章到第7章我感真丰富真丰富。所以咱慢慢去读的时阵咱有法通看到所以第5章
伊一开始的时阵啊，是讲啥物啊？伊讲有真侪人啊，耶稣看去真侪人啊，伊就上了山。伊到山顶的时阵，伊就坐咧啊，伊就开始干啊来教导人啊，伊就开始教导人。咱看到当初时啊，耶稣在讲道的时阵啊，伊是啥物啊？坐咧，对无？观众咧，徛咧，啊，现主时咧，观众是啥物啊？坐咧，讲完咧，徛咧，但是伫这个咧录影好时阵坐咧，但是坐咧徛咧，常常咱看到耶稣真爱教导人，真侪人爱听伊，所以伊一开始的时阵啊，伊就讲到八福啊，咱真熟的这个八福，伫圣经内面啊，原文啊，你若去看原文的时阵啊，你看到第三节开始啊，讲到头一个福、第二福、第三福，头一个字啊，是一个福啊，福气啊，头一个字出来，伫原文是头一个字，伫咱中文咱是放咧落尾啊，有心的人有福咯，但是伫原文的时阵是有福咯，啥物有福啊？有心的人，咱若是咱将原文啊，咱将这个摕伫头前啊，原来啊，伫希腊文啊。因的文法内面啊，你若该摕咧头前啊，摕咧头一字啊，意思是啥物啊？迄个是重点，伊咧强调，所以伫段内面啊，耶稣强调啥物？要怎啊有法通得到福气？啥物是福气啊？啥物是福气？咱今仔我爱甲大家啊，对伊的啥物啊？礼义的研究啊，一字字啊，伫原文伊的意思是啥物啊？一字字啊，伫原文啊。伫原文啊，有两个字啊，翻译做福气啊，这个字福气啊，有两个意思啊，对不错，这个字啊，福气啊，有两个意思。伫 King James Version 啊，伫有诶英文诶版本啊，伊讲啥物啊？伊毋是用 blessed 咱讲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是 blessed 是有福气啊，有诶翻译是啥物啊 ？happy happy are the poor in spirit 其实这个字啊，福气啊，伫原文内面有法通翻译做 happy 啊，就是快乐啊，有法通快乐啊。但是咱若国家啥物啊？国家水的字啊，是叫做喜乐啊，叫做喜乐。所以福气的人啊，是有喜乐的人啊。这个喜乐啊是啥物款的喜乐啊？这喜乐毋是受环境的影响才有喜乐。当然，咱无法通有时阵，咱的环境啊，无定拢好势。其实咱若好好想起来啊，咱所拄着的环境啊，较做啊，皆是无好的，还是搁再较做皆是不如意啊，较做皆是无按照咱家己所想象的，咱家己所爱的来发生。所以有时阵啊，咱若将咱的喜乐啊，放伫环境中间啊，咱真是无法通喜乐起来，但是更较是，咱若靠着主啊，还是圣经的一款的喜乐啊，无论境遇如何，更较是真歹真无好的环境啊，咱犹原有法通喜乐。但是这个叫做什么啊？并不是叫做什么幸灾乐祸幸灾乐祸。有人看到，哎呀，你拄着歹代志啊，我心内面干哪真欢喜啊，我心内面就微微笑。唔是啊，这个唔是啊，这个是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啊，出人意外的平安啊。有法通看啊，因为咱若有上帝的喜乐，咱若有喜乐啊，咱就有迄款的力量来赢过真歹的环境啊。咱就有力量上也加歹的环境啊！伫尼希米记第8章第10节啊，伊圣经讲啊，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啥物？是恁的力量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恁的力量咱人咱伫世界，咱有时阵有真侪代志发生啊。当咱拄着挫折的时阵，咱失望的时阵。咱无法通喜乐起来，但是圣经讲，咱有法通靠着主啊，
来喜乐啊，对心内面发出的喜乐啊，这变成做什么？咱的力量，咱的力量，咱有法通面对头面前的道路，咱就法通面对啊所拄着的困难啊。我毋知恁捌拄着，恁捌一个啊，咱中国早时即阵已经过身了，叫做啥啊？我一位称作暗色之乡，这是叫做蔡守官咱检测有一个人捌着伊，蔡守官敢若叫做暗色之乡，因为伊的目睭有真差，有无好势所以无法通看光无法通看光。伊这个毋是叫做生出来是安尼是因为伊的时阵毋知是怎毋好去伊的时阵，伊无好势所以变做安尼。所以伊暗色之乡，所以伊落尾伊就干伫乌的目镜，然后伫一个真暗的色内因为无法通开真大的光伊也无法通伫外面所以伫暗色内面又开细细的光伊只讲啥物床榻并毋是我的感觉乃是修身的学堂甲水里加真水里一下。伊讲心灵是我的读书然后风客是我的功课。风客就是人来测伊，人来测伊的时阵是伊讲是我的功课。真侪人就爱去找一个蔡守官姊妹去的时阵你交伊讲话伫交伊讲话的时阵就发现虽然伊伫一款真暗无光明无法通看光的环境当中伊的心灵实在是充满主的喜乐，甚至伊带互人真大的什么安慰我伫美国我去叫做什么学者去一个基督教的这个基教伫 Philadelphia 伫火城的时阵然后伊就带阮去看这个蔡守官伊徛起的所在其实就是因的这个什么这个册店是这个基教内面的这个房间伊讲蔡守官姊妹伊落尾就是来美国所以美国有一个信徒就奉献一块地互伊伊就起一块厝伫遐来徛起落尾伊就是当伊过身的时阵伊就将一块地甲这个厝拢总就送互这个基教来做福音的工作所以因就将伊的房原在保留咧就是互阮去看所以入去的时阵你看到伊无窗无半项然后内面真简单但是有摆设真简单就是伊伫遐咧接一个客人有一个人要来找伊伊就来接见伊有真侪有的牧师团都去找伊的时阵想讲说哎呀我去要怎来安慰伊但是因发现什么伊去甲伊讲话了毋是因有法通安慰一位姊妹乃是对一位姊妹都得到安慰干因为伊有上帝的喜乐伫伊的心上所以这是真正的福气真正的福气所以头一个意思有福的人就是有快乐的人有喜乐的人有上帝喜乐的人这个你也有第二个意思这个第二个意思是什么英文叫做 approved by God OK 上帝所符合的上帝所认可的上帝看到这个人的时阵有法通点头讲这个人好所以 approved by God 是上帝所赞同的所以咱一个人咱属上帝行的意思是什么咱有法通蒙上帝喜悦蒙上帝喜悦我听到前摆有听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囡仔伊就去互一个先生这个先生真牛来教伊什么小提琴violin伊就安尼学4-5年的时间所以伊也是真牛弹所以有一摆伊就创一个音乐会演奏会所以有真侪人就来听当伊演奏了的时阵大家人敢伊徛伫台顶徛起来的时阵大家人就
徛起来嘅拍破所以那伫美国嘅所在你若徛起来叫做 standing ovation 实在是因为你是干得真好，所以大家人徛起来该拍破但是咱看到这个学生伊虽然真侪人拥护伊但是伊嘅面也阁是真紧张敢若真紧张人大家人看到原来伊嘅目睭毋是咧看做观众会拍破伊看后壁后壁伫甲顶面淡薄伊咧看遐，但是有诶人才看咩看到底伊是咧看啥原来是咧看伊诶先生啦，伊诶先生徛伫遐啦，当伊诶先生看了诶时阵当头这听头这伊就敢若有笑容出来。意思是啥物伊诶先生讲，你从何说？所以伊毋是看别人感觉好，也可是无够热，着伊诶先生讲好才是够热。所以这个基督徒咱要有福气毋是人讲哇，你真有福气你敢若你敢若有福气这个是也是一个福气，但是更加重要是啥物是毋是上帝讲你做好是毋是互上帝按遐来喜悦你？我问你，咱要得到上帝的喜悦有条件无？咱要得到上帝的听有条件无？其实上帝听咱是无条件的。你若看圣经上帝的听是无条件的，甚至上帝的听，有时阵我听到信徒法讲八讲，牧师上帝也听你呢，因为你做牧师有时阵咱甲人讲无人上帝也听你呢，因为互你真侪真侪也听你呢。所以我有时阵想咧上帝听我有影听我，上帝也听我无？是的，也听我，但是上帝有也听你无？上帝有也听你无？欠债你若问迄个人，迄个人讲上帝有听我，但是欠债毋是也听我所以意思是啥物上帝听无100%吗？所以我也爱问信徒请问你想看觅？上帝对你的听是100%，还是90%，还是75%，还是95%？咱要怎得到上帝100%的听？有的人认为讲，哎呀，我着做我着做一件物件，一件代志，上帝才有法通完全100%的听我。但是我今仔甲你讲圣经甲人讲，上帝的听，圣灵将上帝的听刻伫咱的心内面。上帝听咱是100%的听怎样100%的听？伫约翰福音耶稣真经有2摆讲伊讲我听你，伊甲门徒讲我听你。亲像上帝听我同款，一句真水的圣经节咱好好想主耶稣讲，我听你，亲像上帝听我同款。上帝怎样听耶稣？有100%的听耶稣，有完全的听耶稣。所以耶稣讲，你知无？天父上帝听你，就是犯罪。亲像上帝听耶稣基督，我听这样物件真无容易伫厝内咱若有一个兄弟姊妹较细汉的时阵咱会开始想哎呀，爸爸甲听阿兄爸爸甲听阿姊爸爸甲听小妹听小弟看咱剩时咧较时代会较听，较煞尾会较听我伫中下要怎较娃娃慢其实有时阵咱会讲无所以爸母嘛是会听逐摆听着讲啥物你手伸出来5支指头有大细但是啥物虽然有长短但是相反是一支手内面所以也是听。嘴是讲安尼啦，其实无拄拄啦，咱嘛是有爸母嘛是有时阵较听个较听迄个，其实咱会听无完全但是上帝听咱是干大家相同完全会听，但是上帝的喜悦无相同咯。
欠在上帝会喜悦一个人甲做，会喜悦一个人甲少，这个是干呐有条件的咯。啊，你记得做耶稣，伊受洗的时阵，天顶开开啊，就声音讲，这是我会听见我所喜悦的，我会听见，上帝会听见。但是伊是上帝所喜悦的，干那是上帝所喜悦，因为伊遵照上帝的话语去行。所以咱基督徒，上帝听咱是听咱，但是上帝要喜悦咱，咱就干呐有条件的，咱是不是按照主爱咱做？所以主耶稣伫这个马太福音第5章，伊要讲啊到规个生活的方式，规个准则的时阵，伊敢若讲上帝听咱。上帝干呐要怎啊有法通得到上帝的喜悦要怎啊上帝的喜悦，所以这阮就讲到2项啊，头一项是讲到咱人的什么啊？咱外在的生活是什么？所以马太福音第5章到7章，有讲到咱外在的生活方式就怎啊，咱就怎啊做，怎啊做。但是你若看5章到7节啦，5章到7章内面有一个更重要的物件，是唔单单是外在的生活重要，内在的品格更加重要。内在的品格更加重要。所以唔是孤单外面，更加重要是内面。所以你看5章7节的时阵，特别第5章到落尾啊，伊讲什么？圣经讲啊。旧约讲啊，讲你人收起一个你人什么杀人啊？但是做耶稣讲什么？我跟你讲，你唔通干啊，收起一个人。你若收起一个人，你若分一个人，你就是干啊，已经犯了杀人的罪了。所以耶稣意思讲，唔是孤单外面定，乃是干啊，乃是甲内面的关系。所以咱的生命啊，就有所改变。咱才有法通做成主爱咱做的这个什么一款的方式，才有法通行出来。若无啊，咱不过是一个外表定不过是一个外表定。所以主要说，伊安遐也是有捌讲啊，讲唔是看你的外表行偌多，是看你心内面。OK， 所以咱个想看温习者啊，做。伫遮讲8福啊，什么是福气啊？头一个福气的意思是什么？有喜乐啊，是欢喜啊，有喜乐。这个喜乐啊，是对上帝来。第二啊，这个有福气的人啊，是上帝所付苦的人，上帝所认可的人啊，就是讲你所做、你所是所做，上帝看到，上帝担头，上帝担头。所以咱即阵咱。我来看第3节啊，这个8福啊，头一个福气是什么啊？头一个福气是什么？第3节讲什么？负心的人有福咯，因为天国是因的。负心的人有福咯，因为天国是因的。什么叫做负心啊？负心的人有福咯。因为天国是因的，什么是负心啊？负心啊，唔是叫做什么？咱所讲的心虚心腹啊，负心甲心腹无相同啊，心腹啊，唔是什么虚荣心啊，唔是叫做虚荣心啊。你若看英文的时阵啊，英文怎样翻译啊？英文的翻译讲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poor in spirit， 所以你若按照原文直接的翻译的时阵，按照伊的字的翻译，就是讲什么？就是讲心灵贫穷的人有福咯，心灵贫穷的人有福咯。咱若听到贫穷这个字啊，咱有爱无？无人爱啊！咱无爱真爽向啊！看哪圣经讲，心灵爽向的人怎啊有福气呢？那爽向是真艰苦，所以人拢爱离开啊，拢爱脱离贫穷的生活。所以真侪人干啊，有法通分着努力，
爱过一个干呐较好的生活。几落啊，咱中国人啊，真侪啊来到菲律宾啊，还是讲来到南洋啊，看若是啊，伫19世伫20世纪起初的时阵啊，真侪中国人啊，特别咱沿海咱一带啊，就是沿海的这个叫做福建省咯、广东省哦，真侪人就离开内底啊，到南洋啊。甚至去到北美看若是咱就离开因为迄个时阵咱中国真强所以真侪人的生活真艰苦，所以爱离开即款的困境，即款的贫穷的生活，所以就就是什么离开离乡背井离乡背井到一个青山的所在，安尼来拍拼，所以拍拼的时阵安尼来有真什么努力的劳苦为着生活会较好些，因为咱无爱贫穷啦，咱无爱贫穷所以食的物件咱拢总真真求欠真求欠然后钱咱拢总捡起来有一摆有一个电视台就伫遐来访问一位明星原来一位明星伊的故事是啥物？伊出身是真贫穷的真贫寒的，但是伊怎伊的努力，甚至伊有拄到一个好的机会伊就慢慢升起来伊现在是做一个明星所以伊真有钱这个明星就讲伊讲我捌贫穷着我现在是也富有着但是我跟你讲富有比贫穷较好当然啦，富有比贫穷较好比富有比贫穷较好。但是咱人咱爱富有无爱贫穷。但是主耶稣伫遮却讲啥物？伊讲你着贫穷你心灵着贫穷你才是啥物？要开始有法通进入福气伫主内面有喜乐，伫主内面得到主的福可的时阵头一项，你头一个条件，你就有贫穷的心灵贫穷的心灵。贫穷到底缺乏还是缺乏什么意思贫穷缺乏什么意思？伫希腊文内面贫穷这个字poor有两个字头两个字头一个字的意思头一个字就是伊咧形容一个人这个人伊出来真勤但是伊就需要工作才有法通过伊的生活。所以我今仔若无工作，我的生活唔知要怎过所以当初时伫第1世纪的时阵，耶稣的时代有真侪人就是安尼因每日因做工就得到因的工价然后因的薪金的时阵就法通养起因规日的时间。所以圣经就讲啥物真注重一项伊讲工人的工钱你袂做你该劳力你迄日就互伊你迄日就互伊，因为伊需要啦。所以顶做是真侪人有一款的生活虽然伊毋是富有但是因因毋是富有但是因的生活是啥物拄好啦拄好啦，所以因若无做工，因若无今仔若无趁到钱，因就无艰苦生活这个是头一个字啦。第二个字第二个字就是讲到一无所有啦这个人贫穷到一无所有一无所有这个字第二个字那照伊的原文伊的什么 root word 伊的叫做字根伊说这个字的字根是什么？是龟类啦，是个说咱国语叫做蹲下去苦类苦伫边头然后看那种真惊安尼咧比咧啦真惊咧比咧啦。伊意思什么？就是讲你互贫穷所压制压到一无所有甚至真艰苦去见人，然后真做真惊啦，真惊所以伫第1节伫第3节头一个福讲
负心的人，还是贫穷的人有福？贫穷这个字哦，就是这个第二个字啦，第二个字，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讲逐项无啦，哦，是逐项无啦，哦，所以什么叫做逐项无？就是你逐项无的时阵啊，你就有福气啊！啊，咱看我看讲干哪钱啊安尼啊？哦，原来伫迄然后啊，这个贫穷啊，啊，双向啊，伫迄壁内面啊，还是伫迄壁内人的观念内面啊，伊有死的步骤啦，啊，有死的步骤，讲啊到什么是叫做啊？双向啊，到逐项拢无啦。伊头一个就是讲啊，一开始是讲伊就是双向哦，伊逐项无。第二，因为伊逐项无的时阵呢，伊无有声望，哦，伊无有声望，伊也无有势力，伊若无势力，伊也无关系，也无影响力，哦。所以因为咱双向的人啊，有的人可能咱无爱双向啊。因为咱无关系，咱讲话无人会听啦，对无？啊，咱讲较话大声，无人会听。你有钱啊，你讲较细声，人会逐个听。无权无势，啊，既然第三个步骤，既然因无权无势啊，所以因伫社会顶面啊，受互人欺压。啊，伊伫社会顶面啊，就互人欺压，互人该打落去。所以伫当初时啊，特别伫第一世纪的时阵啊，伫耶稣迄个时代啊，真侪在贫穷的人啊，在无钱的人啊，孤儿咯、寡妇咯，伊互人干呐来欺压啊。现主时啊，伫咱的社会啊，当然也阁有一款欺压的代志啊，但是有真侪人已经也是无咧欺压在双向的人啊，啊，较少啊，较少，但是有缘有咧伫遐咧欺压啊。2-3年前啊，啊，阮有看到有一个人寄一个资料啊，我感觉真水啊！啊，这个毋知是我袂记得是伫印度还是伫别个国家啦。伊就甲搬讲说有一个人啊，伊伫网家搭，啊，伊伫路边啊，伊咧卖鸡卵啦。所以伊鸡卵啊，剩差不多二十几粒啦，人啊，啊，剩2路线咯，伊伫遐咧卖。然后有一个人，有一顶车就停咧啊，然后有一个妇女啊。穿啊真水的衫，就入来就来啊，就看伊鸡卵，甲伊讲啊，你鸡卵怎啊买啊？鸡卵怎啊买？伊讲啊，6粒啊，啊6粒12箍啊，啊1粒2箍银啊，啊1粒2箍银啊。所以你讲你遐有偌济啊？伊讲我只有2路线啊，所以啊2路线偌钱啊48箍。但是这个讲说啊真贵。你互我2路线计甲你买来，我互你40箍，啊，我互你40箍。啊，伊个则讲啊，袂做着啊，啊1粒2箍，我已经真俗咯啊，我是要赶倒去啊，所以我这个则互则卖较俗。伊讲无，马上我要甲你买，就是40箍。伊全将怀鸡卵拢总摕来啊，40箍添互伊啊，伊就做伊行咯啊，做伊行咯。所以这个咧卖什么呀？伊就无办法啊。但是伊可能总去互人欺压安尼，哦，当伊行无偌去咯，啊，伊个查某仔来找伊啊，差不多8、9岁。伊讲爸，你敢是讲你要甲我买一个，我册包已经破咯。你讲你今仔鸡卵卖了，咱就有法通甲我买咯。伊老爸甲讲对不住啊，咱今仔无法通买啦。哦，因为伊生活好过，伊要趁的偌钱个，伊有法通趁小可，但是伊有法通去甲买一个册包啦。但是个人吼，因为48箍甲买40箍起个，所以伊讲我无够啦，所以咱着我加单。所以这个囡仔敢若无啊，伊面啊当然真优秀啊，但是讲袂要紧咯个。然后就搬到这个坐车的这个啊，伊就去这个 coffee shop 啊，了甲伊3个朋友做一下啊，因4个就伫遐来啉咖啡啊，啉咖啡。咖啡啉了的时阵，你问讲偌钱啊？伊讲80箍一杯啊，哦4杯3厘啊，伊全摕400箍互伊个吼，你命阁拄咯，啊你命阁拄咯。所以去味料啊，落尾则讲啥？咱看卖啊，在无钱的人啊，因需要迄个8箍啊，毋甘互伊啊，国家直直出啊。然后伊去啉咖啡啊，一杯80箍啊，
圣经真贵咯。然后三阿弟啊，伊摕400块互伊啊，伊也甘通摕钱来得伊。看来咱无法通来帮咱跩双向的。我看了啊，我也是互我真大的影响的。所以昨日摆去啊，阮甲牧师娘，阮若出去买物件，若种个较紧的啊，伊若讲偌钱啊，除了阮若感觉真贵，无要买就无该买。若要买啊，阮袂该出啊。看啊，因你若去 supermarket 去买物件，你有咧该出无？无啊，敢是你去倒落买物件，无该出啊！你去虾币买物件，你嘛无该出。伊讲偌钱，你嘛是偌钱互伊。啊，敢若一回较双向的人，有时阵咱要该出啊，直出。当然，伊若要哭咱讲也贵，咱会绝对免买啊。所以，因为伊无钱哈啊，所以这个双向伫希伯来文的观念，因为伊无钱，所以伊无势力，伊无声望的时阵啊，伊无影响力，伊就互人欺压。所以人欺压第四步骤啊，就是当伊欺压到伊逐项无法的时阵啊，伊创啥？伊来求告上帝，伊就来挖苦上帝。所以伫遮圣经甲人讲啊，讲啥物？负心的人，心灵贫穷的人有福咯。所以咱着家己头先啊，第一基本啊，咱就知影咱家己心灵的光景啊。啊，这并毋是咱就知影咱是无办法的啊。伫心灵是属灵方面啊，有的人感觉讲说啊，恁基督徒伤过悲观啊。我恁讲啊，到恁家己逐项无，逐项袂哦。真看起恁家己呢？其实啊，咱若看圣经啊，圣经的角度，伊看人的价值啊是真贵。伊看人的价值是真贵，因为咱人是啥物？按照上帝的形象做的。所以你若看伫中国的历史啊，原来我才看到啊，头前的衣冠是啥设入咩？基督徒。学堂大学啥设入咩？基督徒。女的有法通读册，啥设入咩？基督徒。顶摆咱的女的啊，有白卡，有白卡。我记得阮阿妈也阁是白卡，所以我昨摆看着，我讲说阿妈你卡喏，犯罪卡。伊落尾大汉才知影，哦，原来顶摆有白卡，啥去互白卡，讲毋通白卡。嘛是基督徒，看啊，因为咱看到人哦，人的价值真贵，因为咱是按照上帝所做的。但是咱若看人的属灵的光景的时阵，咱是无法通夸口，咱无法通来做。所以圣经讲啥物？因为咱做的时阵，咱互罪恶所捆绑，咱无法通做耶稣，也是上帝爱咱做。虽然咱基督徒咱信主咯，伫着头棒，但是也阁有一件物件，咱着慢慢就互主来干改变咱，咱才有法通来做。哦，所以耶稣伫这个所在啊，互咱一个英文叫做 paradox， 哦 ，paradox 叫做啥物啊？是非而是，看咱村毋对诶，白咯是安尼啊，看咱村毋是确是安尼。耶稣讲的意思是啥物？耶稣讲，你若要得着福气，你若要有法通按照上帝的规条来生活的时阵，你着看你家己无法，啊，你着看你家己无法，你才有法通来做，啊，看若真那是安尼啊，咱着看咱家己无法啊，啊，伫圣经内面啊，伫马太福音你若看第5章第20节啊，啊，咱看圣经啊20节。这个第5章，主耶稣讲啊，伊讲我甲你讲，恁的语若无赢过文士甲法利赛人的语，断无法通进入天国。啊，恁的语若无赢过文士法利赛人，什么是语啊？啊，语就是上帝的标准啊，上帝爱咱做什么？咱看，咱来记咧，咱当初是文士法利赛人啊，因真敢若默受上帝的诫命，上帝的诫命一条一条啊，一点一点，因隆重咧做，伫因看起来啊，因真属灵，
真属灵啊，因为因照上帝所爱啊，逐项去做。但是主耶稣讲什么？恁的义啊，恁所做啊，若袂赢过即跩文士甲法利赛人所做啊，你无法通做对天国。你讲啊嗨咯，因已经做啊，反什么？叫做真心落去来做，做啊反好咯。因若咱要搁再赢过，上啊有法通做。所以你若看第5章的路马节啊，咱看第5章啊，第48节啊，就是第5章的路马节啊。主耶稣讲啥？所以恁着干哪？完全，亲像恁的天父完全一样。原来咱要完全什么？完全遵守主耶稣基督予咱天国的这个准则。请问你有法通做无？我无法通做，我无完全。其实我真做什么缺点？我时阵捌跟会友讲啊，我讲，恁若真正会捌我，你也知影我什么体做什么代志啊？你才是无爱我做恁的牧师了。哦，无完全啊！我讲恁的无爱我做恁的牧师啊。然后我讲煞，我讲反倒转来讲啦。我若知影你，我若真正会明白你，知影你咧做啥讲，我无爱你做我的会友。当然是讲笑。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上帝的标准实在是真高，所以咱人要像我有法通做到。你要做到，你头一项做耶稣讲，你就看啊，承认你家己无法。哇！你就承认你家己无法。当咱承认咱家己无法，咱毋是靠咱家己，咱是靠主耶稣基督，靠圣灵的力量，咱就有法通做主爱咱做。所以其实咱人啊，一个人啊，咱爱得到福气，咱爱得到喜乐、欢乐啊，是叫做快乐的生活。咱心内面有真侪物件，对吗？咱该这什么？该集起来啊！拢总该捡起来。咱希望我做安尼，我就有法通喜乐；我做安尼就有法通好势。咱心内面真多，但是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你就将这物件拢总拼出来，你就拼出来，然后互上帝、互圣灵来充满你的时阵，你才有法。是的，像我说人煮的食物啊，哎呀，你甲伊讲哇，你煮啊反好食哦，有时阵你问看，伊是咧摇人还是啥物啊？哎，伊若是真摇啊，才是好嘛好食。伊若真饱的时阵啊，你去食真饱咯，你看到物件食落去啊，更较好食，你就是袂感觉真饱的好食。看啦，因为已经分落咯，已经腹肚真多咯，你无法通个加摕物件伫内面咯。圣经也是甲咱讲啊，咱灵内面啊，咱着该拼空啊。好，咱靠咱家己的能力啊，咱的聪明智慧，咱的什么？咱的理智啊，咱的经历。拢总在拼出来，然后咱互主按咱内面，吼，按咱内面，则有法伊则有力量，则有法通帮助咱。我记得有一摆我咧甲这个旅行社的人讲话啊，这个是亚早咯，旅行社。我讲哦，你旅行社怎啊？伊讲哦，伊有咧去大陆咧去运啊，哦，伊在伊会冲团咯，然后甲在菲律宾诶人去个。当然，到菲律宾的人去，有一个菲律宾人，有一个中国人，所以讲，因每一摆啊，因若要去食的时阵啊，伊就过去跟，因就叫多咯，所以当然大陆你去遐去 restaurant， 你叫多有一个 set 的 menu 咯，已经拢总创了咯，看要食啥，伊就去甲伊讲啦，甲伊讲，请你将米哦，还是米粉哦，还是甲饭哦，头先出来了，咱菲律宾啊。所以若出来的时阵在甲过咯，在你先出来，所以讲坐落去的时阵在菲律宾人
头一看到饭啦，看到米粉，看到面咯，看过了就直直食，直直食。伊讲话，你食了，你会较好呀，你才慢慢退出来。因为到落尾时阵啊，伊讲因已经差不多食饱咯，所以阮就有法通享受了。因为你若做导游的，你无法通坐咧食啦，你嘛就等。所以讲你种款物件退出来。我讲哎呀。中國人就是中國人中國人就是，所以你內面有物件，你就袂過再錢一下較好嘅物件，所以咱就可能拼空咱家己，天國同款也是安尼，所以咱要怎啊有法通伫做正做嘅工作啊，咱就知影咱無法，但是咱苦主就有法，會記得保羅講嘅無？我苦主凡事我拢會，特別佇屬靈這方面，要做正主愛咱做，互伊喜悅，咱就感覺咱就承認咱無法，咱就靠耶穌基督，然後咱就有法通做到。所以這是頭一個。伊講恁若啥物？虛心的人有福咯，因為啥物？天國是因的，上帝批判的這個天國，伊要互咱。天國其實這個對白真水啊！什麼是天國啊？什麼是上帝國啊？這個是一個真大真水的一個課題啊！咱有法通看聖經也真水啊！兼再刷落去，咱有時間咱會做啲看上帝的天國到底是。你若看聖經啊，佇馬太福音第25章啊，伊甲咱講啥？伊講上帝佇創世以前為恁所批判的國啊！哇，咱來看聖經啊，馬太福音25章啊，馬太福音25章。Okay. 馬太福音25章啊，咱來看兩節的經文啊，這個是41啊，這個是34啊，咱先看34啊，馬太福音25章34節，伊是王對向迄個正邊的講。恁這蒙我爸賜福的，通來承受迄個什麼？創世以來為恁所批判的什麼的國？所以這個國度上帝國度是第時批判的。創世界以來，也無創世界的時陣，上帝就應該是批判這個國，要互咱。咱看第41節，41節。伊講王國要對迄個倒盤的講，恁這個受咒詛的人離開我去吧，進入迄個什麼？為着魔鬼甲伊的使者所有庇的陰黑內面去。什麼是陰黑內面啊？就是咱所講的什麼？地獄啦，陰黑。這個陰黑是上帝批判好啥啊？唔是要互人的啦，你有看到無？伊講是為了魔鬼甲伊的使者，唔是要互人，伊為人批判的是要去天國，但是真多人卻無愛去天國，因競選要去黑暗內面，所以咱要怎得到天國呢？伊為咱批判，所以咱就知影咱家己無法。求主力來佇咱的心內面改變咱的生命，互咱有力量，有法通做伊所喜悅的，然後天國就是咱的咯。所以咱今仔日，咱就用一段時間，咱來看八福內面的頭一個福，頭一個福，咱煞落有時間，咱來講繼續看迄7個。